主后2023年3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两个角度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马太福音12章29到50节。迄时，有人带一个互鬼附身、失明阁袂讲话的人来耶稣遐，耶稣甲伊医好。迄个袂讲话的人就会讲话，阁会看见。群众拢真着惊，讲这人敢是大逼的囝吼？法利赛派的人听着就讲，这人是靠鬼王别西卜在赶鬼。耶稣知影因的心思，就甲因讲：国家家己纷争会荒废，社区也是家庭家己纷争徛袂牢。撒旦若赶撒旦是家己纷争，伊的国要哪徛会牢？我若靠别西卜赶鬼，恁的子弟是靠甚物人赶鬼？安尼，恁家己的子弟会甲恁判罪。不过，我若是靠上帝的神赶鬼，上帝的主权就已经伫恁中间实现啦。人安怎才会当入去勇士的厝抢伊的财物？敢毋是着先甲伊绑起来？无为我的，就是反对我；无甲我做伙受责的，就是在拍线。所以，我甲恁讲，人一切的罪甲诽谤，拢会得到赦免。毋过，亵渎圣神袂得到赦免。无论甚物人讲话攻击人子，会得到赦免；毋过，无论甚物人讲话攻击圣神，伫今世甲将来拢袂得到赦免。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对所结的果子，通知树会好歹。恁这毒蛇，恁本来是歹的，要哪会讲好话？因为人心内充满什物，喙就讲什物。好人对所积聚的好发出好，歹人对所积聚的歹发出歹。我甲恁讲，人所讲一切的用仔话，伫审判的日，逐句拢着负责。因为上帝要用你的话来判你无罪，嘛要用你的话来定你有罪。迄时，有几若个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：老师，阮爱你行一个神迹，互阮看。耶稣应讲：少奸淫的世代要求神迹，除了先知约纳的神迹，袂阁有神迹互因。亲像约纳3暝3日伫大鱼的腹肚内，人子嘛会3暝3日伫地深的所在。伫审判的时，尼尼微人会甲即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即世代的人定罪，因为尼尼微人听到约纳的传道了后有悔改。恁看，有比约纳搁较伟大的伫遮。伫审判的时，南方的女王会甲即世代的人做伙起来，甲即世代的人定罪，因为伊有对地的极头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。恁看，有比所罗门搁较伟大的伫遮。
邪神离开所附身的人了后，伫无水的地区行透透，要找一个休困的所在，找拢无。就讲，我要转去我出来迄间厝，伊转去，看到厝空空，摒甲真清气，阁整齐好势。后来，伊去带7个比伊较歹的邪神，甲伊做伙来入去遐住。安尼，迄个人的结局比起头阁较惨。即个邪恶的世代嘛会亲像安尼。耶稣要伫对众人讲话的时，伊的老母甲兄弟来徛伫外面，要甲伊讲话。有人甲耶稣讲：“你看，你的老母甲兄弟徛伫外面，要甲你讲话。”耶稣甲迄个人讲：“什么人是我的老母？什么人是我的兄弟？”然后伊伸手指伊的门徒讲：“恁看，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。实行我的天父的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兄弟、姊妹甲老母。”两个角度，伫咱的生命中，一直拢有正邪两个角度在相争。小看来真强大，总是当咱看清楚，佮选择我靠主，就毋免惊吓。古代的人破病，常常归因互鬼附身，只要赶出鬼，就会当恢复正常。耶稣医治赶鬼，互人惊叹。耶稣无非就是大笔的囝。可惜，有心人士却不以为然。马太福音11章24节描述，法利赛派的人听到就讲，这人是靠几样别西卜在赶鬼。因无法度否认耶稣的医治，就诬赖耶稣是靠几样赶鬼。这是严重指控耶稣行巫术。当时若受证实是爱互处死的，这阵人就亲像鬼上身，满喙抹乌甲试探，甚至有经学教师和法利赛派的人对耶稣讲：“老师，阮爱你行一个神迹，互阮看。”这个拢是撒旦的作为。耶稣互人回复，伫对这的对立试探，却接续对得来，因完全无视眼前所发生美好的代志。罗马帝国要经历内乱，所以耶稣用当当时的时局回应遐个人。伊讲，国家家己纷争会荒废。城市还是家庭家己纷争，徛袂牢。假使耶稣倚靠别西卜，毋若袂甲鬼赶出去，反倒会因为有人互鬼附身得欢喜。耶稣阁进一步对因质问：撒旦若赶撒旦是家己纷争，伊个国要哪徛会牢？我若靠别西卜赶鬼，恁的主地是靠什么人赶鬼？安尼，恁家己的主地会甲恁判罪。耶稣指出，因心口不一，因的主地赶鬼，就讲是上主的力量；耶稣赶鬼，就讲是靠别西卜。耶稣明白指出，因的两套标准。早晚会互后辈看破骹手。犯罪学家威尔森甲凯林
捌提出破窗效应，意思是指一栋大楼若有窗仔去互破去，日子一个久，无人要插，就会有搁较侪窗仔会遭受破坏，甚至出现罪犯。第一线的破窗仔，等于是伫做示范性的唱咏。对于赶鬼也是新约，耶稣无认为需要予伊极悬的评价，因为赶鬼只是生命改变的第一步。当人生命里的邪神受赶出，若无求圣神内住，毋改变生命的样态，无互良善力量充满，就会亲像摒扫清气的空厝，互邪力量有机会搁再入侵。后来，伊去带7个比伊较歹的邪神，甲伊做伙来，入去遐住，安尼迄个人的结局比起头搁较惨。即个社会世代嘛会亲像安尼，新约也是安尼。假使人认袂出新约是恩典的记号，看袂出迄是主耶稣所行的，认袂出比约拿和所罗门搁较重大的代志，自头到尾毋愿改变，那呢落尾要互主判做是小世代，后来的境况会比以前搁较惨。默想，伫我的生命中，是主掌权的时阵较济，还是落入试探的时阵较济？伫我的生命中，是主掌权的时阵较济，还是落入试探的时阵较济？咱来祈祷，主啊，恳求你怜悯我、赦免我，因为我常常互撒旦关系震惊，互世界迷惑，直到袂记得尊你做大。求你帮助我，赐我勇气，互我面对世界甲有限的时，通勇敢无惊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